今日教大家喺1A 入邊必定會學嘅招式就係彈射 Eli Hop 啦。Eli Hop 簡單而且觀賞性高，同時亦都有好多變化，所以基本上大家啱啱開始玩1A 嘅時候都會學嘅。咁首先第一步就係要學識之前教嘅登陸月球先。上咗繩之後，我哋先揾個彈射目標，將個目標定喺斜上方嘅位置，然後綁繩嗰隻手俾繩出去，將兩隻手靠近，搖搖就會向目標嘅方向彈出去。之後再打翻開，搖搖落翻條繩度咁就完成噶啦。一個小技巧就係練習嘅時候我哋可以縮短少少條繩，就會比較好發力。新手一開始練習嘅時候通常未咁快會捉到個感覺，我會建議先用彈下嘅方式去練習，之後再慢慢去控制搖搖嘅方向、力度同埋下落嘅位置。練完彈下之後下一步我哋試下將個目標方向調向正上方，俾繩出去嘅時候冇綁繩嗰隻手都要試下用力，食指要壓住條繩，咁樣先會比較容易控制。全程條繩都要保持個張力，唔可以鬆住咁做，特別係接隻搖搖落翻嚟嘅時候，手指要有主動壓落去嘅感覺，控制隻搖搖落去一個舒服嘅位置。如果你已經進展到可以彈上去正上方再垂直落嚟接翻佢，咁其實你已經完成咗90%噶啦，剩低嘅只係方向嘅控制。而大部分新手卡關嘅位置就係喺呢度啦，因為隻搖搖如果向側邊彈出去嘅話，就會多咗一道力，比較容易失控。而呢個時候我哋就要學習用手指嘅力去抵抗佢。多加練習就可以做出更多方向嘅彈射噶啦。大家亦都可以挑戰下用蛋形搖搖去做，因為蛋形搖搖咁窄如果你都成功就代表你已經熟練咗 Eli Hop 呢招啦。今日嘅教學就到呢度，有問題都可以留言，記得 subscribe 我啊。